检测新冠病毒的快筛试剂伫台湾目前敢若用鼻孔检测的用法尔。验过台中市食品药物的安全处发现讲，有这个网红甲生意人伫推销这个镜头尾彩绘快筛剂。验过呢，会一个检测需要有专业的医检师来操作，而且伫网络顶卖，如果强调讲是家庭用，已经明显违法，所以讲检调有大动作。北中南同步发动搜查，总共查扣将近3万盒的非法的快筛剂。 网络面青伫咧厝内家己做新冠病毒的快速检验，讲用家己手镜头的血地当做检测，不过卫福部是由数核准的静脉血检测，规定要由医检师来操作，也未开放予民众家己做采检，互检调开始伫咧调查。 检调伫现场查扣要3万剂非法商品，半商品愈侪，侪要100万呢。而且追查发现，业者直接伫咧公司边啊做铁片厝当作非法工厂，因和80外间的经销商合作，嘛发现已经卖30万剂出去。送交卫福部审核，取得紧急授权专案制造的许可之后呢，又在包装的时候装进指尖血采血针、酒精棉片和采血说明书这些未经核准的器材和仿单。 案件的曝光是因为有网络面青和卖人伫咧网络顶宣传，台中市食安处发现，请检调侦办，才查出非法试剂流去市面，提醒民众这款快速检验剂使用方式和医界标准听书是无共的，恐惊会袂准。严重的话，可能会引起破伤风或者是感染到防受性组织炎。